海玲姐双手要空给我。来，我们感受一下，有没有感觉到一股魔法的能量灌到你的手上？用手挥，用挥这样挥一下，挥一下。长啊夜路牌。东西的喇叭嘞怎么讲？喇叭嘞，那个东西啊？大概不是拔喇叭。跟米龙那个喇叭嘞。没看过啊？怎么会这样子？大擂台，老热向下來。各位親愛婦女同志姊妹，大家好，我係羅斯峰。大家好，我係客家甜心朱海娟。下禮拜要進入全新嘅啲賽制啊！賽制啊！過鴨嘅淘汰賽。哎呀，係用到過鴨啊！哎呀，因為一條啊參賽朋友嘅鴨力非常嘅大啊。係啊，所以大家好好加油。我同大家報告另外嘅好消息。乜嘅好消息？有誒。做小弟啊，嚇。要做乜嘅？羅斯峰啊，嚇。經過去年8月22號苗栗小巨蛋演唱會之後，延續喺香港、喺美加、喺馬來西亞。6月18號小弟愛鑼聲響起個人演唱會，台北小巨蛋嗎？真的嗎？國際會議中心，哇，掌聲鼓勵，非常好哎，好棒哦！所以拜託哈，喺後堂啊，各位朋友啊，都是這樣的共襄盛舉，都是大家聽下來啦啊，聽下來了哈，係啊，好，安尼我事情已經報告咗啦哈，報告係了，係啊，好消息報告咗，但是我有請好嘅評審老師啊。一家小先生，70個先生，70個先生，6個先生。人家節目也係有咧，安尼獎金挑戰賽。啊，係啊，要開放本素人啊，會唱歌會表演咧。係啊，尤其也團有開放本當做新人嘅朋友。係啊。你想冇想我哋同佢探演，向下嚟比賽，但是他們又很有才華。要各項表演。哎呀，怎麼辦呢？哎呀，怎麼辦呢？開放這個單元，讓他們來參加這個獎金挑戰賽。分享今晡日的細阿妹這麼等一下，楊智瑩帶來客家。等一下咯。哇！看到佢相當人模嘅嘛。
我有。哈，两个孬妹啊。孬妹哦，我想过，孬妹现在几岁？2岁。2岁啊？哦，啊你几岁？8岁。8岁。8岁哦。哦，叫什么名字？跟大家介绍一下。袁子怡。8岁哈。哎呀。啊，读几年级？1年级。1年级哦。小学1年级。刚刚表演得很好哦。对。哦，但是他很特别，他为了表现诚意，妈妈太爱唱了，所以有加分题。哦，然后要怎么加分？亲子合作。哦，妈妈要上来跟他一起合唱啊！观众朋友们，董浩宽那一位。好，来欢迎我们妈妈，哎，林妈妈，哎，林妈妈你好。哦。平常在家2个母女一起合唱，对不对？对，就是他在前面唱，然后我在对面这样子一起跳，这样一起跳哦。对。哦，就对着哈嘎，对，哈嘎，哦，对，对着那里跳，对着跳。哦，互相学习就知道了。好。那你们2个要合作什么歌？昆筒法。昆筒法。好，妈妈跟女儿。没问题。好，强下的表演，好，来昆筒法来。表演哈，要个表演的懂吼，但是还要谈一下我们这个哲伟老师哦，哎呀，哦，你刚笑的特别开心的，我真的笑得很开心。看小朋友，对，不讲客家话嘛，谈个什么？听得懂，听得懂哈。我拢2位主持人看的国土无共样，我知道加表演的时间，妈妈看的子音的个。眼神啊，心情都冇共样。我俩终于知道为什么子英刚说我不怕妈妈上来，因为她完全妈妈不会强调她的风采。第一首歌叫客家，我当时有看到按台的声音的吼，做得唱的音准按准。我刚刚用耳机听啊，你的音准真的很好哎，而且你还又唱又跳，不急不徐，我觉得你有大将之风哦，真的。我咩龙洞都来比赛参赛咋讲，就是我觉得他们是很好的示范，不管是妈妈也好，或者是女儿也好，在台上你就当做没有任何人在，这就是你的舞台。我觉得子英你真的做了很好的示范，还好你没有来比赛，不然你看前面那些哥哥姐姐都被你打掉了。哎呦，对啊。还有我知道，当会出来讲，亲子间的互动哦，除了平常的交流之外，除了创国的每一个当后的防范，好，有声也出敌。我觉得在那个互动当中，让我们更感受到这个亲子间的关系。虽然说啊，罗阿哥会说，哎，你们是。我觉得他们好像离很远啊。没有，我觉得因为你知道，妈妈很厉害，她高跟鞋哦，还要跳。怕踩到女儿哦，你知道这种都是保护女儿的嘛哈。还有我们刚刚在 content 哦，吃豆，我觉得是妈妈故意站远一点，就让女儿表现，对不对？对啊，我们所以我说我们看的角度是不一样，而且女儿也是放胆去表演哦，喊 you 哦。来吃豆 ，N 家讲 content 第出，刚刚罗大哥那个哈嘎，我来之后6年演唱会再唱一下，赞成的掌声鼓励一下啊！对，哇，这演唱会有看头啊！
好啦，我知道来比赛当好，我希望继续。向他唱歌诶，继续用啥感情，然后希望你们带来节目更多好看的，还有那种温馨的感觉。谢谢你们的表演，谢谢老师。其实看到你有那个想的左右右哦，对呀，对不对？这是那种感觉，对，这只是差一个而已。你当初应该生个双胞胎，是不是？哇，两个那么杰出，哎呀，要再生啊！你再生一个啦，对呀，两个好不好？够了两个吗？两个，一个有两个吗？嗯，对。那一个怎么没有来？哥哥妹妹这样。哦，哥哥妹妹一对嘛，哈。很棒。哎呀，唔可以讲上述啊，懂问题。所以按你做来看一下咯。系来看杨志颖那本书。好，可以歌管无来。不好意思哈，哎呀，我们要100分才有奖金哈。怎么办？差2分。差2分。差2分呢？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那快哭了啦！赶快拿上来给他啦！来。开玩笑的啦，骗你的啦，90分就有了啦，98分满分，你还98呢，对，哇，恭喜你啊！分享，来跟妈妈一起哈。这个奖金你要怎么处理？你要怎么处理？你要怎么花？你要拿去买什么？他们在处理啊。你要怎么花？你要拿去买什么？你要给妈妈还是要自己藏起来？给妈妈。好乖哦，好。他是说这个给妈妈啦，等一下换下来蓝色再。真的钱在自己手。好，两位表演都非常的好，哈，哎呀，啊，100有几笔，再过来抢奖金，好吗？好，没问题。安子生，好，安尼谢谢哈，安尼就请2位先下，休息一下，休息一下。淘汰赛比赛规则：参赛者各抽一束高的，分数88分以上则得过关，分数冇达到88分，强势淘汰。比赛之前要请一个大将了哈。哦，这个不是疯了，是可能雨也带来了哈。欢迎有唱的叶嘉修老师的公平。拿分嘅标准哦，除了你要认准、咬死、感情最重要，还有跳歌。如来比赛个现场就讲过嘅缺点啦，我就改进，看就进步几多，大家加油！加油！啊，你结合你进行今年的流行歌曲是歌压淘汰赛，係啊。TV 林聖儀帶來《豐盛有夢》。哦，佢今日上嚟歌嘅。係啊，佢好爽做嘛呀？哎呀，很耐線呢。哎呀，真的，趕快！今天我要演唱的歌曲是那个《红尘有梦》。上次啊，评审有跟我讲说，我最大的那个要进步。改进的部分是气的问题，所以呢，我这一次回家呢，有特别的那个练习了一下气的部分，然后每天呢，我也有透过做瑜伽，然后来提升我的那个气的部分。希望今天呢，我也能够顺利过关。看山看水，看花看草，看穿了世间情，看透了风尘里，看清天地万象，爱看透自己的心。风筝有梦也有意，吹散情心甜，有笑有泪盼故心，随风飘散情松笔。风筝有梦也有意，吹散情心甜，绵延相思传千里，百年给情难分难离。风筝有梦也有意，吹散情心甜，有笑有泪
Sammy。你好，谈过他的职业也很特殊哦。听说是在一个非常非常幸福洋溢的环境里，嗯对不对？对，新娘秘书啊，太棒了！新密，新密。哎，现在按你帮新人化妆有没有比较特殊的？哎，对啊，有什么趣味的事情？有比较印象深刻的是，男扮女装。啊？哦。第一次进场是白纱进场这样。然后女生穿白纱，对不对？你现在是在说拍照，还是已经在婚礼进行？婚礼进场的时候，是哦。第二次进场就换男生穿白纱进场。哦，然后女生就打扮成男生了。对，哎呦，很特殊哦。像罗时丰这么帅这样进场，女真的哦，但是她是女生。哇，那个女生应该长得很大只这样。没有哎，她老公这么高，然后她这么矮。所以印象很深刻。那衣服怎么穿呢？所以他去婚纱店试衣服的时候，就是瞧了很久，然后那个也要用假的这样子，因为男生穿。为什么要做这么无聊的事呢？我也想不透。什么无聊？怎样？不是这件事折磨人家。这件事情我在20几年前就做过了。喂，对应该呢，不要这样子。等一下，下一位这个人应该有拍过。哎呦。真的吗？对，欢迎叶嘉修老师。哎，还真的没有拍过，嘿，真的、哦，对对对，很正常就对了。哎呀，哎，根本有新宇哦，啊，我真的是很鼓励他，根本给冲到今后哦，主要是这样，我觉得唱歌加歌哦，因为做多几红事情，就是真的把它像讲话，因为方言歌哦，哎，你是冲起来出从广发哎呦，他因为唱歌其实是一种讲话的延续哦。根本新语的2点做到今后，啊，唯一的地方呢，就是还是干过工，你整个一直讲，但是呢，一碰到一个最高音的地方，每个相思穿千里，那个千里的地方你根本不要怕，你就直接接走千里从广发，哎呦，千嘴巴啊，硬咩老所有嘅朋友讲吼，从国家我记得。每一个字的发音有好几个音，千里这样你就不会觉得很难唱，把音带过去，然后也有讲话的感觉。哎呦，好，那在这一点上呢，我是觉得说，我是希望你能够继续加油，然后我给你相当高的评价，包括刚刚帮你女儿唱歌的那个部分嘿。谢谢老师。好，按住4口车，按住就看新语。有判罚就过关嘛，好嘛？88分过关，看有判罚過冇嚟。連寫嘢分數。恭喜！哇，91分啊，當高分啊！很棒，恭喜過關啊！先可以做休息。好嚟，殺下嚟。陳庭雲帶來宿絲無一種。看啦。平常練歌的時間都是在假日。我很感謝我的同學在下課的時間陪我練習，在同學的支持之下，我等一下比賽希望能順利過關。记在心上，富人伊用英文老爱叫头，唱一句 I love you， 七支通，爱好都心肝乱闯。
师你好。你好。你好，嘿，哦，今日上摆都也下中间有好好的去练习嘛？有，系啊，有唱新上高嘛，名师的高呢。好搞。好搞红哦。哦，你学校合唱团的呀？不是，不是哦，学校有老师会教客家歌的。就刘秀芳老师有时候会去学校教我们，然后音乐课，嘿嘛？不是音乐课。哦，不是音乐课，就客家。哦，就专门教客家流行歌的。对。哦，慢，安尼谈一下那个这位老师，好吧？还没吃到你礼拜有比上一拜有进步，不过我吃到哈，你那个动作啊，不是为了动作而动作，你刚才有冲啊，麦克风在这边，然后你人在这里。你知吗？你就会忘记对，就是那个你要记住，肢体很重要，但是你要发自内心。你知道肢体有很多种，除了身体，还有乜嘢？你还面的使用，你还在手，除了唱起来不手，你感受到上来叫子的时间，你要在便的时间，就有那个悲伤的感觉。还有，最容易讲得出，你大白唱歌就有一点问题，体杂诗，你一定要有信心。好。熟是某一种，就是你的第一个字、第二个字，如果你没有自信的话，你后面就会越唱越害怕了。你记得老师说的，我希望下一次能够看到你再好的演出，加油！好，哎呀，有机会。好，你先来看分数好嘛？哎呀，看一下分数，有办法过关冇？来，陈庭元的分数，一条毛隧道天高。牛雷啦，他以前也是。band 出身，真的假的？可以像那个 Friendy 有没有？哇！海军姐双手要空给我，来，我们感受一下，有没有感觉到一股魔法的能量灌到你的手上？帮我像我一样用手挥，用挥这样挥一下，挥一下。你先来看分数好嘛？哎呀，看一下分数，有办法过关冇？来，陈庭元的分数。恭喜！啊，2位先生23分，还2位22分啊哈。来请教一下呢，罗老师，你的偶像啊。你看你就在显了外套脱了嘛，好吗？你先把外套脱掉。怎么这样子？在节目当中脱衣服不好啊。不可以这样子。你看，我建议被叶老师传染，我这样子真的不行哦，人家你很随便的，人家叫你脱你就脱啊，这不好哦啊。那个怎么这样？要问过妈妈？我不用。我们的海军姐姐帮他拿一下外套。OK， 来，交给我。你看安妮，你现在这样子唱会不会就好看很多？你其实你松了的时间还是更像，在最准备的时候还是更像。要不要建议你把外套？还有，等一下，好来。眼镜再把眼镜拿掉。眼镜再拿掉可以吗？它其实有点驼背。这样是不是好看很多？对不对？所以有时候上台给时间哈，很多累赘的东西都不要带它，简单上来就好了。然后除了刚才这位老师讲哎，把肢体放开来以外，最重要就讲你要把自己冲过来同时啊，这个舞台你在唱的时候只有你一个人嘛，没有人会跟你抢嘛，对不对？你能用的发挥都是你的，都是你自己的事情，那个时候你最大。当下你唱歌的那个气氛，歌的那个气氛，歌是快乐的，这首歌是快乐的，是轻松的，你就把那个轻松的情绪拿出来。最后呢，老师给你的建议，加油哈！多管理，好吧哈，下礼拜再个边哈。好来，回座休息。你的外套，谢谢。杀下来。陆淑菲带来日夜上卷龙。来等啊！这首歌我有加强的练习。希望这一次能跟上一次一样，能够顺利过关。希望大家跟我加油。一轮明月挂天空，半夜孤溪。
上紧路，上希望加清快，伊也无水到天公，爱个亲人爱个哥，亲人爱个哥，两人分开有几年多，路要对伊相思苦，掠过伊的梦，掠过伊的梦，一轮明月挂天空，半夜故事上紧路，上希望加清快，伊也无水到天公。还有罗姐姐你好，罗哥你好，哈哈哈，唔好看起安尼，用雷啦，用雷啦。他以前也是 band 出身，真的假的？不是啦，是啊，我的小孩子啦。他也是这个，我哪有那么厉害啦？哎，真的吗？以前也是弹贝斯的，你主 band 的吗？不是啦，不是是我小孩子啦，他们就是读书啊，在学校里面。啊，那你是主唱就对了。没有。啊，什么都不是，到底是要叫我问什么啦？啊，你没说我要怎么说啊？好了，你就说是，你就说是啦。主 band 的啊。我哪里是啦？是我小孩啦。小孩啊。小孩啊。对。好了，那以后你小孩组一个 band 有没有？那你就主唱就好了。哎那。啊，不好啦，年纪差这么多。没关系啦，这样才好玩呢。对不对？不好看。那个老少配啊，你嘛。对啊，你就把头发烫卷一点，裙那个裤袜脱掉啊，裙子越来越短。你可以像那个 Friendy 有没有穿那个死士的衣服啊？可能没办法，学不来。你好可怕哦！啊，好狂野。内心。因为他6月18号，6月18号。他在练习，真的哈，不要错过，很精彩。觉得他失控。我是比较到节目啊，咱安尼，我平常是我一时无能赢的嘛。一位正正当当、超级大牌的主持人。平常是点点无嘛讲法呢。无。当点啊。十几个真讲班机。真的呀。这位硕士我要20年呢。真紧呢，哦，我讲阿姐哈。啊，这讲讲苏慧杰比弄讲动多呢，你平时玩大牌，真的。那大牌？等一下，你这个有救到他吗？你这样不要这样子哦，不是，他现在很重要，真的很重要，关键时。是在懂文静，懂点心，运动好，对，又懂。你拢连多么衰了？我不是大牌，我是头很大。很大，6月18，头要大，头要大。来，许世慧老师。今天苏菲姐哈，今天其实我很开心，当番去看到花蓮咧上前來也台北鬧嘅來錄影來比賽。不過今天蘇慧姐講實在行，今天挺緊張嘅，嚇我來比賽前可能講深呼吸。不過基本上可能出家挺緊張嘅關係，所以一記衝賽以後，人每演嘛，除非出家會挺硬，冇法度嘛。應該講沒有辦法放鬆，所以呢，你看起來、躺起來就會硬，你會有這個感覺。所以呢，我看得出來，我看得出很像我變表情落去，變感情落去。不過講，就係講，因為挺硬嘅，所以你變落去，變冇嘛落去。係前後一面建議嘅那鋪嘅落點有沒有？拍子的落點一直會不穩定。好，一直會冇穩定，所以呢，可能在拍子的落點上面，在1、2、3、4，有當時會走題，係會走題，好，可能注意到有幾點嘅，你再去看看嚟做更多的練習。好，冇人上映狂色彩講，我很喜歡。謝謝。安子 C。好，安子 C， 唐奶奶看呢。保不住的感覺。一難哦，哎呀。
凶多吉少啦啊！来，先来看分看分数数。来，来，加加看罗淑菲的分数。差2分哦。安尼喊伊拜再来，好吧？拜谢啦哈。喊伊归电哦，好吧？谢谢安子姐，好了，回座休息。杀下来。林百恒带来3-9太。哦，好糖来，糖啊！自从上一次的比赛当中呢，让我体会到这个上台真的是会让人家非常的紧张，所以呢，那歌词都忘掉一大堆。不过呢，这一次呢，我想办法要克服我的紧张。那在歌曲的选曲方面呢，我也特别挑选了刘少熙老师的《3-9 Time》。一首非常有趣的客家歌的爵士曲风，希望大家会有一个与众不同、全新的感受，请大家拭目以待，谢谢。3-9 Time， 昂头怪，空到你。就爱安排，有时有你本爱做梦，一片路阳一片晒。3-9 Time， 昂作怪，空到你就爱安排，有时有你本爱做梦，一片路阳一片晒。拜拜拜，你拜上天。拜上天做神仙，拜拜拜，拜老天，拜老天做龙天，3-9 Time， 昂作怪，空到你就安排，有时有你本爱做到，一片路阳一片晒。拜上天做神仙，拜拜拜，拜老天，拜老天做龙天，3-9 Time， 昂作怪，空到你就安排，有时有你本爱做到，一片路阳一片晒，有时有你。爱做到一片路阳一片晒。3-9 Time， 谢谢。哇！这个，哎，你那个椅子啊，不，桌子。来。你在检查什么？你检查嘛呀？不是在刚用我鼻了呢。嘿呀！这个桌子有什么机关吗？对啊。哎，就很普通啊。这是不是不能破解？破解就不是魔术了。这个是一个在100年以前魔术师就在表演的魔术，那到现在因为效果很好，所以很多魔术师到现在还在表演这个魔术。哦，难怪这个桌子有点旧，对。因为比较便宜啊。哦，节省预算呐，对不对？对。还有另外一个跟蜥蜴3-9 Time有关系的魔术，我们要近距离的变给罗哥跟海君姐看。哎呦，是要对我们2个怎么样吗？哦，哎，我他哪是来比赛的？他来变魔术的啊！那要帮你们拿麦克风。我需要海君姐双手要空给我。是。什么意思啊？双手。所以这个工作我们交给罗哥帮我拿麦克风。哦，对，这卑贱的工作我来就好哈。那他要讲话哈。好来。首先，我这里有一副牌，那这个牌呢是一个蜥蜴的牌，就是我们的3-9 Time。好，是很普通的吗？还是我们可以这个哈，
哦，我看到了，在这里。首先，这里有一只3 Q 泰，一下就变出来了，对不对？现在呢，海军姐左手给我，我现在把这个3 Q 泰放你手上，你帮我把右手盖住，用力的盖住。对，那现在呢，我们我们感受一下，有没有感觉到一股魔法的能量灌到你的手上？有热气，有热气。有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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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你现在慢慢的，丢高啊！慢慢的，慢慢的，来，我们斜一点点给观众看，斜一点点。要放松的吗？不用，我快要那个麻痹了。右手慢慢的抬起来。好，现在呢，请你把牌翻开，这张对你把牌翻开来。好，注意看，3 Q 泰博奇啊，不见了，剩下脚印而已，对吧？你现在把它放到左手，放左手，把这张牌来。现在呢，我告诉你，一样，帮我像我一样用手挥，用挥这样挥一下，挥一下。哦，原来是跑到这里来了哈。好，这个带回家，这一只很贵，要带回家，回家叔叔带你回去啊。那是真的还是假的？真的。该3档红走诶。他新颖。啊，所以我现在怎么样？55。没有。接下来是罗哥的时间。好，换你了。现在我还有一个，其实我们2个很有缘分。对。是，来，请站我的。哎，你不要变一条牛出来啊！对。现在你把手伸出来，我洗牌，我们2个会有一个非常 match 的心电感应。哦，心电感应。对。我们想什么，我们彼此都知道。好。你确定我跟你有心电感应？现在我随便洗牌，你说喊停，洗完就喊停。喊停。哦，就这个好，我跟你讲，这一张我们放手上，这一张你知道是什么吗？不知道。好，等下不知道就算了。等下再来一次哦，一样，我们一样检查一下，每一张牌都不一样，对吧？一样啊。一样啊。不一样啦。啊，不一样，不一样，牌背都一样，一样，继续喊停。好，停。好，这张好，这一张是什么？你知道吗？还是不知道？我如果知道，我就key档了我。没有关系，还是不知道就对了。对。好，来，那我们再洗第3张牌来。啊，停。多一张少一张要不要？不要说我们2个有串通。少一张。少一张。啊，少一张会变不出来吗？不会，少一张一样。这一张是什么牌？你知道吗？通通不知道。小康，你知道吗？啊，我们现在你真的跟我心电感应，这个太准了，准到我都发毛。第1张牌不知道吗？不知道。好准，掌声鼓励一下。第2张牌还是不知道，不知道，还是不知道。第3张牌通通不知道，通通不知道啊！这牌太旧了，我们心电感应，所以这3张牌我们跟罗哥，我们有心电感应，我们握手一下。你都不让我知道，我干嘛跟你握手？哇，厉害！我不会把3 Q 泰变到你手上，你放心哈。吓死我了！厉害呢！他真的很厉害哎！你可以把那个罗国立老师变来我的怀里吗？这一点要问他本人的意愿，好不好？对，这种感情的事情不能勉强。结果变错了，变成 no。来，罗国立老师，你的声音非常的西洋，好，很有外国人那种 feel。我冒昧的请问一下，你在练唱这首歌的时候，你是听原唱练的还是听原唱？所以是听 CD 还是网络上？听网络上。好，因为你不是客家人哦，所以在有很多咬字上面都不对。可是呢，我没有给你扣分，因为在这个阶段来讲，还不是扣你这个咬字的时候。我很深信你一定会进到后面的核心赛，我对你非常有信心。到那个时候呢，你如果这些咬字还没有纠正过来的话，它就会变成你的致命伤。是，谢谢老师。所以我鼓励你这个客家发音一定要咬字一定要正确，其他的我觉得没什么好讲的。你唱歌太棒了，而且你很会掌握你自己的声音，尤其是最后那一句一片如烟一片沙哈，太欣赏了，加油！我们陪你一路走下去，加油！谢谢老师，谢谢。好有，刚好罗国立老师就是有摇有滚的那个摇滚歌手，所以他很喜欢你这个东西，就是嘴巴忘词，有摇到他，对，真的，哎呀，小心哦，好不好？好，
啊，就看一下佢個分數好冇？嚟，看要拍個高管冇嚟。 08係你分數。哇！谢谢老师，谢谢。一隻神叫睇啊！哎，哇！厲害呀！恭喜哈！加油，谢谢，我会继续加油，谢谢老师，好不好？我会尽力带给大家不一样的客家歌。好，谢谢，好，谢谢，好，再下来。靠連帶來愛情嘅詩人。好嘞，等啊。由於評審有建議跟我講說，挑歌不能太平，旋律要大一點，所以我才會挑選愛情嘅詩言。希望這次能夠順利過關，謝謝大家。你好，你好，我曙光哥好，还有海君姐好，好，又见面了哈。哎呀，上礼拜都要哈，你有好好练一下嘛？上拜都要哈。有啊，有练习。有唱欣赏歌？哎，没有请老师。那不然怎么练？就是有一位朋友一直注意我的咬字。哦，真的啊！因为这首歌已经练很久了。哦，你不是客家人吗？不是。哦，难怪。那你听得懂客家话吗？有一点点啊。如果讲快一点，可能就听不太懂了。哎，牛哥，我们这一季是不是很多的？不是客家人都来参赛。从上一次到现在，对，上一次你看我们的冠军歌手陈婷婷，马来西亚的，是，对啊，还好几个都不是客家人。对啊，这很好啊，这个都是一些不是客家族群的朋友啊，一起来发扬我们客家文化。对。好，安尼先谈一下给你们个叶嘉修老师，好了。我觉得你唱客家歌真的是不错哦，但是呢，今天他有点紧张。就在你唱这首歌的时候，温思妍你那个情绪的掌握，就是感觉上就是紧张，因为你在发音的时候，第一个音进来的时候，位置就稍微有一点犹豫，没有那么有自信。你可以回去再听一下原唱，就是说不要纯粹就是把字咬好就好了。哦，好。那个音符的上下，然后要怎么样去把那个表情说出来，因为它是一个句子，就是问世间什么是爱。你要了解这个意思的话，你就知道怎么去分配那个歌的唱法。所以其实我们都希望你说，哎，将来可以有更好的表现。如果你今天不紧张的话，那下次就在这一方面就更努力，因为有很多东西可以值得你去研究的，然后再加油，好不好？好，安子切，听起来应该有机会，因为他老师还有讲下次。我知道。对。哎呀，你看一下给个分数来。靠您的分数。整个都变得很 rock， 变好新了。如果他爸爸来就很你俩不按那讲了。长啊夜落盼。
东西的喇叭嘞怎么讲？喇叭嘞，那个东西啊？不是拔蜡吗？干米龙那个喇叭嘞。我看过。哇！怎么会这样子？啊，就看一下这个分数来。靠您的分数。没有误会的，他的下次真的就是下次，不是下个礼拜，对不对？是下次是。谢谢彩玲，顺利啊，谢谢你，顺利哈，回做休息。好嘞，下来。总理，有没有唱笨笨黑英雄？哦，来，弹过来。今天我要带来一首非常非常，应该是说脍炙人口的客家歌曲，叫做《笨笨黑英雄》。相信这一首歌呢，可以带给很多人不同的启示，也可以带给我自己本身所发生一些故事的一些启示。那我希望今天带来这一首《笨笨黑英雄》，可以唱出自己的味道、张力的味道，希望大家会喜欢。你莫牵你头发莫把你风，春风得意是傻逼，梦想空空。人生才是时运不同，事业成功就从这条路真理风。世界仍然世界，就将伊每错，富乐平庸伊的爱恋啊，你后翻身笨笨的英雄。世界仍然世界，就将伊每错，富乐平庸伊的爱恋啊。翻身笨笨的英雄。哎呦，小康老师，你好厉害！你们的老师们真的，这首本来是一条传统的歌，哎，你们把它搞成这么新。有滚哦！遇到年轻人。年轻人哦，意思是说，如果我唱的话就很对不一样，原本的，因为他张力要唱的有点张力一点。哦，因为他唱的有点张力的，哈。他现在也很有张力了。哇，这首这样整个都变得很 rock 这样。真的，人整个会跳起来。哎呀，就变好新了。对。哇，真的哈。真的。如果他爸爸来就很你要不按那供你。这个注入新的生命，年轻人的生命就会某功用。是，对。但是今天哦，上次是只有一个人来嘛，对不对？这一次是妈妈有来。亲爱的妈咪跟着来。我刚以为是姐姐。妈妈好年轻呢。对。哇，那皮肤整个是光滑到像水煮蛋般一样。是的，你是有抹油的。哇，油啊那个哇。哎，不过真的有像到妈妈了哈，哎呀，漂亮。看儿子在舞台上表现，哦，怎样？很高兴。很棒哈。高兴哈。哎呀，你觉得他今天会不会过关？会啦。会哈。没有过关的话怎么办？那些评审老师走不出去哈。会啦，平常心。平常心。会演出英雄。哎，哦，那我们就来听听俺的徐哲伟老师，好吧？我要先说的是。我很羡慕你，因为这首歌其实我听过很多次，然后现场的版本我真的很要谢谢小康老师，他做的真的非常非常好。我觉得当然我必须要跟张力说，你也没有浪费掉小康老师这么认真的这个乐手老师帮你编了一个这么新的歌。当然我觉得张力就像你的名字一样，你把这个歌唱得很有张力。那我觉得你也没有浪费老师的编曲，所以我也从你第一次出现在这台上的时候，我自己就把你在这一季比赛里面，我把你当成资优生，
相对的，我对你的相对的，我对你的标准会比较高哈。那当然啦，你的台风啦，还有你的技巧、你的技巧什么都非常的好，而且所有都是准备好了。但是我希望你这个舞台开始，你既然认真要比赛，我希望你丢掉一些你制式的东西。包括你要准备好的手势，你不要让我觉得你在家已经练过1000次了，你懂我意思吗？那会让我看起来这个表演跟歌就太不自然了。但是你的声音降气，对，你就太降气。我希望你可以先丢掉那东西，要降气以后要像罗大哥这样，真的是大将之风的时候，那是浑然天成。然后歌曲像有一些歌，你要懂得当一个聪明的歌手。这首歌它本黑英雄，它本来就是英雄的感觉，不要唱得太黏了就变狗熊了，或者是太软了，你知道吗？就是歌跟歌之间黏得太紧，你反而让这个歌没有，不是说你大声吼，那就是很有 power， 而是你要把这歌的层次做出来，好不好？好，那我很期待你之后的比赛，我希望每一次都看你不同的表现。好，加油！谢谢你，谢谢。我很赞同，叶老师要补充，我很赞同哲伟老师刚刚说的哦，因为小 Ken 老师把这首歌写得很好，那涂老，把它编得很好，谢谢。又要再见。我是帮我的朋友涂老师，谢谢他哈。那涂明恒老师写的这首歌啊，但是今天我是觉得张力有除了刚刚这位老师说的以外，另外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是一定要说的哦。我觉得你整首歌唱起来的感觉都蛮像，就是像讲话了。可是呢，有个地方我们客家讲话，日听它是一个很特殊的咬字，那个日听中间不可以换气。他刚刚唱的时候就是日听，这样就不对了。你是日有切，但是你不换气，然后听还要再收一下。那这种弹性呢，你一定要学。因为刚刚哲伟老师讲到的说黏哒哒的意思就是这样。男子汉讲话就是听，它就是一个很果决的东西，要把这个东西要唱出来。那你的感觉呢？其实我觉得技巧已经够了，可是你为什么在这个语气上，如果再多花一点时间，与其唱这样的话，让人家感觉到从心里头被感动，跟做1000次的手势比起来的话，我觉得你花时间来练1000次歌，在这一些小地方更重要，好不好？好，谢谢老师，谢谢。哎呦，简洁有力啊！句句都是老师的肺腑之言呢。来，粉丝看嘛。来，出来嘛，还没好，来看一下粉丝来。观众，你的粉丝。请问妈妈这样可以吗？可以吗？满意吗？哎呦，听你们那把冷汗。这个分数已经第2高了呢，哈。对。他现在他的对手就是那个闪救胎，我跟你讲。就是您后面的您后面那一位，对。是，加油，好不好？加油！希望你发挥你更大的张力，好不好？没问题。坐上卫冕者宝座，没问题。哎呦，痴心。哎呦，超有自信的呢。加油！好，恭喜你，回座休息。谢谢。杀了。盛明春带了请关。来，躺了。因为呢，我的生活圈的关系呢，一直以来啊，我会讲客家话的朋友呢比较少，所以呢，我可以练习讲的机会呢就少。那但是呢，为了可以来这边继续参加比赛，因为自己喜欢唱歌，也喜欢客家歌的情况下呢，我已经准备了好几首的客家歌，所以希望我可以呢，能够因为我透过网络自己这样子学习的情况，可以呢很顺利的挺进6强。
我上半身歌。主持人好，小春好，小春，小明好，小沈啊，对，有点紧张吗？有吗？一些些啊，然后因为感冒，对，一直没有办法喘气，一直没有办法好。哎呦，真的啊，保重保重，好不容易好了就又来，好不容易好了就又来。天气不是说很稳定啊，对，所以就状况都不是很 OK。尤其啊，一直希望可以，好像把自己比较好的，就是可以没有顾虑表现比较好的，可是每一次都是。不会不会，味道很棒，味道很棒。尤其因为本身佢咩客家人啊。哦。哎呀。有迄個咩客家人？所以佢創嘅時佢咩緊張啊，對嗎？因為我們閩南人的話，像您也是一樣啊。你們的歌我們都很喜歡啊。那因為喜歡音樂，所以客家歌曲，對，我們就覺得說要多學，然後還是想要可以像自己本身的語言閩南語這樣可以發。挑戰，對，可以表現再好一點。會唱歌的音樂是不分語言的，我跟你講，哎呀，哦，什麼語言唱都好聽的。對，對，那唱一下那個啊，羅老師，羅國立老師來。好，明春哈，春妹妹，你聲音，你的聲音本質是不錯的哈。那可能因為你今天感冒嘛哈，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講不適應現場環境啊等等因素哈，但是我堅決鼓勵你，就是說你一定要照顧好自己。你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會感冒嘛？你要設定一個最低標準，就是說當你感冒的時候，你還是要把基本的實力拿出來。感冒就感冒了，沒有辦法馬上好。在感冒的時候，怎麼樣去做到最好的表現？這可以練習。另外就是說，你可以多去練習一件事情，怎麼樣控制自己的聲音。你的聲音其實底子不錯，只是在控制它的方面還需要多加強。送了對心無動，愛記我上半身歌。加油加油 ，OK。謝謝羅老師。好了好，那就來看一下佢沒有辦法過關冇啦哈。高壓淘汰賽有辦法過關冇來。盛敏純。恭喜！謝謝評審老師，謝謝兩位主持人。其實我很喜歡，哎呀，我很喜歡感冒，因為感冒共鳴比較好。真的嗎？那這個。不要亂講話啦。教我一下。好了，恭喜哈！繼續加油。回座休息。謝謝。很仔細。好，今日流行歌曲做7位的挑戰朋友。哦，有一道 V 過關啦。哎呀。 5 V， 還有五福臨門哈，站有2 V 冇過關，唔怕喊100砸過來哈。係，安尼流行歌曲做比賽了。嘿，係啊。我哋看傳統組嘅。係啊，先多謝安尼辛苦嘅評審。評審老師，謝謝哈，安子謝。好，來看一下傳統組嘅比賽。開拳啊！係沙下來喺人咧傳統組高壓淘汰賽嘅開始啊！係啊，高壓淘汰賽呀！啊，嚟啊！比賽之前都要介紹下啲評審先生啦。蔣元佑先生、李秋華先生、梁寶寶先生、羅盈盈先生。先有請到蔣元佑先生嚟，今日能講一下評分標準。好嘞，好嘞。 各位親愛的參賽者，又到了多少有壓力的淘汰賽哦，所以安全過關，你需注意你的音準、你的節奏、你的咬字、你的喊腔，還個自然將你的情感來唱出來，穩穩定定，你就會安全過關咯。大家加油！
好，地妈哈，嘿，大家加油哈！差不多啦哈。哎呀，谈到那个姜老师一讲法哈，哎呀，哇，全身都酥麻起来。规个人拢强松起来，嘿，强松到规个所以迄个咯。不能硬长长，嘿，呀，谈到这个嗓子软体的，软太太啊，夹夹咯 ，TV 咯 ，TV。分享何春琪帶來贈一排。可能。我禮拜來聽一排比賽，嚟創下係小跳贈一排。希望呢，我創了呢，鼓勵同事人呢有勇氣來比賽了傳統嘅神歌。嫦娥夜落牌。嗨，你好哈！嗨，春琪姐姐。哎呀，又见面了，见面了哈！你來自東西啊？東西。東西哦。東西嘅卡。哦，東市。哦，東市哦。係啊。哦，東市啊。東西嘅客家人。係啦。哦，東市嘅客家人啊。哦，佢講客。客家人。客家人。嘿。那東市的喇叭嘞怎麼講？喇叭嘞係乜嘅東西啊？乜嘅拍嘞？啊？喇叭嘞不是芭樂嗎？喇叭。芭蕾啊。芭蕾哦，哦，你們講芭蕾哦。我哋講芭蕾啊。哦，我哋講喇叭嘞。喇叭嘞。真好，冇講啊！誒，面濃嗰種喇叭嘞。喇叭嘞，冇聽過啊。冇啊。哎呦。嚇？怎麼會這樣子？冇大冇自然講，總話我講到喇叭嘞咯。因為呢，春琪姐姐今韓模式貼買喇叭嘞吼。唔係啦，我老公總係你買啊，先銷啦。哦，老公種喇叭嘞。所以平常時間也老公種，按得買就錯嘅。天數買啊，有啊，可能一條包喇叭嘞樹有冇？哦，買喇叭嘞樹，一種樹最強。係啊。呢最有用嘅樹，溫暖的雙手，客家人嘅樹，客家人嘅樹，梗係有請一位國寶級嘅公平一下。好嚟嚟，歡迎龔雲勇先生。
好小姐好欣赏啊，你唱的十分好，你很强一自然啊，声音也一好听。你唱了一首呢係美濃嘅專業派，我非常尊重哈各地方嘅勇士勇強，像你董事強，你咪講年小姐，年小姐哈，但是呢，我就一種建議，那講叫咩？你唱嘅係美濃嘅歌調，你不如呢就用美濃嘅歌，美濃嘅勇士哈，發音較標準，像係呢用年少，所以呢，那係講你唱頭先啱啱唱，可能美濃嘅鄉親也聽到，他會覺得這個年小對他們來說，他們會知道，對，所以。你係唱到哪隻提起，盡量來遵從嗰隻提起嘅發音，咁樣嘅可能會比較按到到位啊，所以不宜則建議，是冇嘢。哦，安子些，了解。好，安子嚟看一下，安春吉子做得拿到一多分。好，繼續嚟看一下何春吉嘅分數。呢個89分。哎呦，恭喜啦哈，過關。恭喜啊，繼續加油哈。下禮拜再過來拼啊咧，好嘛？好。啊，來回做休息下來，安子些。殺下來。李凱明帶來3個字。等我啦。談得了手那可其實談起來吼，我去到電視機面前嘅阿叔阿伯吼，佢就談到可能會去到，你一陣係我喜歡嘅3個。歌唱了年啊神啊！是你唱，你轉潤嘅轉辦家下吼，你轉到當順利。大家好，我已經本月，我來挑戰一個3個字，去年又來挑戰一擺，無上欣賞好，又失敗，都失敗以後，我多轉兩個就上欣賞好，我一擺來挑戰3個字，可唔可以順利過關？山里了南河啊，投出了頭南，天也破了地呀，來過了手南。談得了手那可啊，天亮了你那，你還不了一那，長得了手那。佢明白，好。哎呀，岑產賢啊，岑產賢 Q 人來咯。係啊， Q 人要來過，你麥克風嚟講翻。Q 人要來過。係啊，一條白學客家歌都冇人教呢，無師自通。啊，厲害啊！以前冇人教。就係因為11年全部當厲害。啱個因為嗬，以 Q 人嚟到一片。Q 人從18過就請。18過就請先生。客家老師咧，客家老師。名師都教3個誒，名師都教啊你啊！哦喲，那位名師都教到難學啊你啊！講名講唔對，咁樣冇，咁樣衝嚟冇，咁樣派到先生嘅名嘅。
有态度欣赏咁样。不过有进步的啦，有啦，进步耶，表情啊，有没有嗓音啊，拢变得个活泼的。係啊，咩佢本身佢咩學音樂大嘅人啊？哈？係啊。係哦。我盤塔嘅呀，塔嘅人。係啊。塔咧。打啲嘅塔。係啊。啊，唢呐，哎，嗓音都在很用的啦，安尼。這個用 BB 嘅做嘅，嗰個呢兩片嘅啲咩？個細片嘅。講。含嘅，含當落去哦。我鹹濕當，鹹濕，即種人嘅盤嘅你薩士風樣嘅。係啊。竹片，你要濕濕的。滷煮做嘅。係啊，滷煮啊。一定要滷煮啊。哦，就是要去那個桃園滷煮，明白？不是，你來談到講要爐子煮過，爐子煮。哦，好，就係是不是安尼啊？吹出嚟要有嗓音啊？要個動態聲哦。哎呦，關於要 GV 嚇，嚟呢節目表演啊，要 GV 合作的，好嘛？那時候看 GV 會歌嘛啦。係啦。有信心冇？有信心冇？會點唔知喎？我唔敢講喎。唔敢講。也口是暗樣樣嘅，一種口瘡型咁樣。所以家講嘅歌壓嘅淘汰賽呢？係啊，壓啲動態嘛。係啊。那按先聽下先生講片啊你。好嘛。做得。聽佢講片之小可嘅了解講，誒會歌啊唔會歌。談看那是有幾分嘛？分享李秋霞先生。佢咪向家唱歌嘅，那有啲下表情，我相信佢分數會更加好。哦。唔講人嘅表情係緊張。绷緊的，唱歌的時候表情是有分數，雙腿風、台風有分數。根本唱了首歌曲歌詞意境清好，唔過我感覺你選歌嘅，呢首歌曲嚟唱3個字，對你嚟講實力。第一句生意唔好，頭稱頭，那頭三聲以後你就帶下來就咪，嗬，你三聲嘅詩冇盡量冇得唱了3個字，嗬。頭以後就帶下來，還有前言撲哩撲，那高音你是白音咩？前言撲了哩呀，來過了手難。基本呢首歌曲我感覺，你喺度唱平板會更加好，我是本着建議。加油！好，哎，大家了解。注意啦，哈。我已經了解啊，那老師先看一下分數啊，哈。大家來看李凱明的分數。表示人家節目公平公正，對嘛？唔係講啊審查員講分數一定就會有較高，冇唱到好唔好，老師即刻馬上就點。對嘛哈，就差1分點點呢。有先生要補充的嘛？2分。梁老師，凱明先生哈，你從了首3個字噶哈，你表現到實在真係當緊張哈。個人嘅為數，我哋咪有記錄哈。你個人嘅為數，睇你兩團嘅個人哈，全部白睇起嚟哈。你唔單止係個人白睇，你帶進嗰為數提示團，你係要保人嗰為數嘅保嗬，如咪係難上難睇起嚟嗬。喺講你最尾嗰隻事嘅牽進嗬，你完全冇唱到牽進嘅嗰種長途哦，因為你緊張了後，你上見 rap 睇起嚟啊。個 rap 睇了後嗬，使到變成講呢啲下你唱嘅歌就完全冇隻潤梅樣音嗬嘅關係，兩個補充到了為止，係咪？所以嗬，我有隻建議嗬，你可能講叫咩先講未講當好噶嚇嗬，你對起噶嚇，因為我談講你兩首歌嘅時候可能唱到以後高濕濕的，嗱你對起可能要注意到喎嚇，希望。哦，有較高的，所以上較幫唔住。英老師嘛，剛剛是把打手。英沒帶子的老師，你有乜嘅事情要交代下？
好，首先吼，看面阿叔，俺定义87分吼，我俺就本意23分，本意过关。讲实在，俺是当伊今俩摆创的，并伊本人来创很下好，就系讲伊有很下自然，可能系因为伊有教了的传统音乐嘅关系，所以伊会散过其实谈起来吼，俺是到电视机面前嘅阿叔阿伯吼，叫做谈到可能会去到俩张系俺喜欢嘅散过，因为当淳朴最自然的山歌啦吼。咁过就系讲伊做得有一只当安全过关嘅咧一种重发，不然则建议其实不管你从罗山歌只系平板，你有只问题就应该在拔下睇掉，因为你在中写咧，咬死就会弹起来下摸清楚，所以可能会先生讲你个人摸重上去，你取到有，该就系因为你嘅在中写，你嘅认清嘅在地度摸重出来，你就系你从嗰嘅问题，吼，韩国你俩数全部数认从哪？咁讲你系可能挑战人家是可能比如讲你提日记头称头。你後背用哪個數字來輸入？咁個彈起來，拼音係唔啲客家三個嘅音彈起來，可能用為頭前頭哪，嚇，所以講頭前頭頭前頭哇，然後可能用半邊，就係頭後背加張哪彈起來，你可能就唔係數字咯，可能就係頭哪變名詞。頭春了頭哪。所以你從虛字嘅時間，加唔係錢財加，可能也係去想一下哈，用半音家長不會改變他歌詞原來的意思。莫講是才愛去當兩百重的，盡緊入比去年喊下好，好，什麼呢？那這對這學，嗰啲名詞啊，這佢都加用心搞下嚟，好冇？繼續加油啦！係啊，係咪走嚟哈？係啊，好，安住先，哦，這裡，好嘞，殺下來。從醫院帶來平板。去年有來唱歌一擺，唱到冇當好，冇過關，我哋擺歌多轉嚟唱。要見面了，係啊。醫院阿姨。係些緊張啊，恐怕係的。係加看佢動物啊。動菜呢？動菜，講真呢，我對佢印象係當成片。也擺唱到非常的好誒。係。咁我上擺係一多年前來嘅。上擺來嘅時節。去年啊，阿姨麥克風。去年哦，先聽下你先生嚟，那位先生。梁芬婆先生。好嘞。我哋二潤姐嗬，睇你開始唱家下，感覺哦，
虽然讲你上来讲吼，咩讲当开，但是你唱你转嘅转办家下吼，转到当顺利吼。其中一只歌词吼，三个紧唱，心紧快，佮可能入去本来嘅歌词吼，系心紧快啦吼，但是你唱到系上紧快吼。撒下來，只要個唱睇下來，跟住來嘅為所嘅人創音嗬，從到係講係咪要機會嗬？你係自家嚟為比賽也好，就係講副卡自家自由唱也好嗬。你嘅來嘅人創音就叫做人創調啊，然後嗬，因為你時間不知嚟嘅問題，睇下就啲嘛，要條件嘅唱了一隻小節，唱添，加咗三隻小節嚟唱添嘛嗬。當可惜為所是講到提示而家網絲聽多啦。按度則時將見天下來嗬，本來嗰時嘅想講你係上則時係要唱到唔錯，咁當然因為你唱不高聽喺講準嘅為數，你當你唱都當好嘛嗬，咁你叫下人可以慳做嘅，但是因為聽到則時嚟啦嗬，所以只好實力可能我兩分大分數要好大啦嗬，係這樣嘅關係。係啊，先看分數嘛。先看分數，好啦，好，嚟，嚟看眾議員嘅分數。88分能過關，唔能83分。第二次有唔記得歌詞，哇！這前台問題啊。沒關係啊，老人家來快樂。啊，大家嚟唱歌快樂啦！係啊，哦，好啦，好，約下一個嚟了哈。安子先，好，嚟，可以做消息啊。好嘞，撒下來。范晴惠帶來老山歌。好啦。我哋擺來到咧，上擺要落去擺咧，喺啲主套之後喺轉移要10個年哦，相信以後會健長健好，算啦。秦惠送你好。阿叔你好。兩位主持人晚安，謝謝。好。乜嘅翻開？嚇？晚安。哦，晚安。哦，晚安。晚安。
晚安，哎呦，你看第安的节目咧，第一百堂都晚安客家话呢。晚安。晚安。讲的呀。做的哈。做的啊，早安。5、6點你做的。哦，對啦，對啦。5、6點就晚安啦哈。啊，專業嘅，第安的節目播出嚟5點以後，所以晚安。晚安。情緒熟悉甲本身做影響的啦。啊。嘿啦。要假咁做啦。哦。我係買影響嘅。唔係。應該外場嘅啦，喜慶宴會。哦，硬體啊。哦，就像安尼影響安尼就錯啊。哦。冇按台旁嘅啦。哎呀。做下些啦。冇，講完那個厲害專長，哎呀哈。過年有機會後，你就加入小康老師的隊伍嘛。哦，企喺旁邊嘛吼。那跟佢唱成厲害。啊，你要客台旁。來，談一下那個。羅盈盈老師。好，慶和阿叔哈又見面咯。首先呢，先講你進步嘅比賽，就係我驅動禮拜進來比賽，應該係上任吼，伸縮自如，當從呢個樹天，吼看起來硬硬個從起來動入嚟係彈性，好，所以應該上任又進步，就係本意叫做建議，你從嚟其實根本應該驅動係以好嘅表現，唔過唔係你最好嘅表現，吼，我驅動係安樣嘅，男丁自家就咁講嘛，吼。咁個整體講起來以後，就係講，比如講從羅山個吼，跳一季到第3季，入個嘅時間，因為你當有經驗咧，所以要不疾不徐，莫急，好，等音樂確定好，吸氣好，再把聲音出來，該從音很信用哈，有一種很驚奇的感覺，哈，因為你上任拉降，然後拉亮，哈，佢呢就講來就係講吼，做得很下好嘅境界，就係你嘅表現抑揚頓挫，佢個起承轉合，你下個解散講用為好堂，就係戲劇化，就入故事。好，你用扮吸引音，知道應該上音安好，你嘅創物計呢？好，就係起承轉合要做好，怎麼做呢？重音要加進去，譬如講你提示件吼，阿妹唱來伴嗰課，應該唱係講要加點重音，從而來嘅詞啊清楚，好，它又是動詞，你貴屬歌曲的重點都被你唱到了，好，你就係你做得很下進步，很做得那都很下高分嘅，你係關鍵，所以希望你轉去找個聯繫款，好，祝福你，是夢。好，謝謝哈，哎呀，你應該不差哦，談起來嘅分數應該 OK 啊，哈，來看下分數哈，來。范晴慧嘅分數。真的，過關。係啊，那個立秋啊，先生嘅補充哈，係啊。要補充哈。秦惠雄創山歌創按多年，老山歌基本要幫你的分數，主要是你轉準非常的強，韻腳又強，又幫我哋感動到嚇。唔過強咯，有幾隻所在老山歌最高音是咪的音嘛，所以你的咪音要衝上去嘅時候，還是幫你再建議帶加音，你衝上去，你數音後邊你嘅音嗬，氣是不順，數音是會擋斷，那收音。收尾做得很不漂亮，猛講。一下切題。對，一下是切題。所以你看你重播帶，你幾隻韻腳對後背一下，你就數題咧。咁樣乜嘢？你頭先用力跳重，喺度一後背哇，我氣唔不着嘅，夾夾是數。咁個硬嘅同埋前實力。哦，所以你上架唔得。你冇上架唔得。就說唔對啦。哦，所以你在你用氣的時候，轉準的時間，你就感覺你點樣？該什麼時候數音，你就會數音。唔係講你路上嗰種，我們自由演唱嘛。唔係講嚟嚟唱，唔係按個唱法。好，自由演唱就是以前的老山歌是沒有什麼冇音樂伴奏，我哋自由演唱的方式。所以你感覺你唱到因為音樂，我們有一對老師，這麼好的老師，給佢聽你嘛。你到後背時潤，你氣感覺這個不夠的時候，你是個叫好數音咩啦？好，所以你咪要記住是要注意，像個阿妹提示嘅阿妹，你咪強到，你聲音就甩得嚟啦，哈，係就嚟咯。搬家嘈就咪強數音，非常大聲，冇啲說歌曲你係
唔加迄你都缺点要全部归进，24分、25分都有啦。哦，加油！好，好，啊，谢谢，恭喜啊，恭喜啊，好，恭喜哦，繼續加油，嘿。謝謝，好合作標題。好嚟，殺下來。桂蓮帶隊小熊寶。好啦。桂蓮阿姨，你好。你好。你好。佢那個拍多你講咁牙鳳果啊，嚇死你啦！係咪？習慣就好了。啊，習慣就好啦，係啊。好多年呢，而家創緊乜嘅？安尼客家三大條嘅涼飯。哎呦！做對裝到哎呦米湯啊！人生路途難。第一排，虽然我係冇先生嘅指導啊，嘛經過第一排老師讓我指導，哦，我感覺還不錯，哦，所以講我嘛都希望第一排做得順順利利嘅過關。哎，姑娘阿姨，你好，凤哥你好，哎呦啊，俊仔你好，哎呦，頭那冇拍多你講咁牙鳳果啊，嚇死你啦！係咪？係咪去娟姐啊？係。哎呦，哎呦，嚇到我好。嚇。習慣就好了嘛。啊，習慣就好啦，係啊。誒，我咩是讀過嘅？剛才同我講啊，所以我嘛聽他剛才講。哦，咁要。係啊。哦，我這你都已經帶着咧，就調出來看。錢去送俾向牙鳳果啊！係啊，對對，好啦。要聽到蔣元玉先生公平。好嚟公平啊！兩首嘅小香包，佢嘅用上嚟講啊，哈，韓國染廠咧，而包包嘅係一種細膩的，
哈，所以讲，因为因看一小香包，佢係要拿针線的，哈，所以係一種速度來講嘅慢嚟，韓國嘅表現來講嘅係優秀嘅，哈，所以呢一方面嘅天愛做得到，哈，而且呢你下場嘅時間，像一小香包，那個你要練起來，因為你漸漸冇團體啦。 啊，一小香包裝，哈，也包团体，好像你的针线也断了。一小香包装一台。所以，我對你嘅建議就是說，有。 非常係連續，最後嘅嗬，財神睇我一句話，冇財神睇我嚇，冇團體，對，所以冇錢財運氣，哦，你乃到嘅運氣，因為係小心而看，超長啲小善良，結創嘅善結到練起來，嘿，好，創下數個，用這樣很細心嚟去。 體會哈，用扮演係一種對那首歌嘅詮釋，好，希望你好棒，好棒，哇，這個我就學到了，以後唱歌真的就好像縫針線一樣，行雲流水啊。嘿，哦，那個就好哎。好，以後拿一支針在練習唱歌。唱歌的時候拿一支針這樣啊。練那數三。我哪看本書啦？今日來看幾點的分數？ 认真，謝謝。哎呀，西風慶上。好啦，安子謝，哎，恭喜恭喜哈，會做消息啊。上來，請請孫帶來平板。來的啦。啊，我现在今天唱的就是传统歌曲平板啊，因为我发现哦，平板歌曲在不是真正的客家人来讲哦，他唱的比较困难啊。我就是说，尽量来用平板这方面的平板或山歌子来挑战这个客家歌曲。 我相信我认真的话，应该可以挑战的不错。人生路途难。 立正，来，好来，向左向右转，来，你不用，嘿，向左向右转，海俊，好来，你要转他这里啦。怎么了？可以啦，用这里。佩服他，佩服佢，咩客家人呢？河洛人呢？而家創啊嘛嘅，安尼客家三大條嘅平板，
哎呦，做对装到暗有米汤啊！甲太太基本太太咩咩客家人呢？啊，甲太太咩咩客家人哦。所以以前都闽南人，按过伊喺客家身上。系啊，他是读了差不多3年的客家。人都可以用吹读书，哦，奇葩呢。他就读了以后就，读好也不大会讲，在他们出去玩的时候。整车都是客家人嘛，他讲话大家都笑得要命，因为那个有的字是直接翻嘛。哦，很好笑啊！他回来就说啊，我现在讲话别笑人，我讲也没有觉得没有什么，就大家笑得要命，笑到肚子这样，笑到肚子痛。啊，你还记得有什么好笑的吗？我是忘记了，他很久了，很多年了。所以那你来参赛的时候，你选的歌都是太太帮你挑的。啊，对，他因为他会叫那曲词，他叫我看嘛。他就说要叫那个唱，他说闽南人要唱传统的比较不简单呐。他叫我练传统的。哦。所以你在练习的过程当中都是很顺利的嘛？还是有不会被骂？不会，他会念了。他不会赶的，但是很严的。他说你这个这样不对这样。哦，这样子。他都有弄那个词给我。我要带小抄了。啊，你刚刚有没有拿出来看啊？这是刚刚的呀。刚刚的。刚刚唱的哈。哦，很厉害哎！哦，按你。那你没有听话啊？我不大会听话。你没有听话啊？他叫你边拿边看着唱，你刚刚没有啊？差点吐嘴了。吐嘴啊！差一点点哈。刚刚有一个差一点点没出来嘞。哎呀，但老师搞不好没听到，没有，老师一定听得很清楚。哎呀，按那个躺下那个梁先生好了。音美虽然讲音美乡音吼，你只福隆音，但是讲为创了平板山歌来讲吼，就真是冇简单啦吼。啊，你啊人也是个缺点喺内边啫。你个音线嗰只线吼，佢咬死来讲是冇创到当好啦吼。你创到最唔好係現嚟講咧，線見路音嗰啲路吼。哦，你扮得啲轉啊，咚咚咚咚，就樣轉來嚇。線見龍華人啊，我就唱到唔掂那邊去咧嗬，一路咁譬如說唱到真是，我兩片半條唱到冇流暢，不對咧啦嗬。韓國嗬，你最尾最尾一隻字嗬，一隻詞嗬，貧窮富貴，命由天嘅天嗬。你個人名是冇上去。命由我天啊！嗰個最尾嗰種建議下嗬，唱歌嗬，唔單止講嗰啲唱了三大條，唱流行歌咪強調嗰啲冇用單隻音去唱，你都做咧用當到嘅像你講顫音啦。就係講做裝飾音啊掉落去，嗰種唱起嘅感覺是咪當好？因為你唱了平板，你全部用單音唱，一隻字一隻字一隻音去唱，咁唱嘅是是冇嗰個味道啦嚇，就特別敏感建議嚇，加油！好，哎呦，先生按人勁啊，演藝嚟講啊，感覺呢啲好容易唱咧，好個咪都已經當針嘅。你今天拿弄一種至今調看你的劉老師的秘籍，好噶，對冇？先看一下分數啦。好，劇先來看，請請順的分數。我哥啊！差幾分？你笑下先生。老師。嚇。用咩咯？好多年冇去嘅呢。啊，嚴格。加分啦你。你嘅原住民的朋友有冇？你考試做乜要加分？係啊。好多年。嚟唱下客家歌嘅，有啦，青春泰歌而且啦純粹嘅泰歌。而就好多年能夠將安尼傳統嘅歌曲唱到安嗬，實在冇簡單嗬。唔過排先啊，評分嗬冇，還是冇分乜嘅客家人好多年，因為必須就是一個輕嚴嘅，就有高低之分。分數就差那麼一點點，伯仲之間啦哈。今日蔡前孫先生，我感覺你唱那幾首歌曲，你有點卡卡。沒有放開，冇放開，很緊張哦。人生拖的家，老師有講過咧，拖你都很習慣，吸引這個唱，拖拿的，面拿錢，拖拿，人生了拖拿的，
你是透呢？透，你用透式去。咬丝，咬丝，有点康思念的哈。当然咯，几多按好不得空。然用面前，你做到面前，你都用四声去发音。啊，后跟血，后跟了见哦，不对，后跟了换气，不能换气，四季八节嘛。从三个什么叫四季八节？四季里边都有一团，一季里边就4到43到43是按照四季八节，所以这个不归弯起，你归弯起我就会本人很严格的分数哈。还是你下回还有机会啊，因为你对人家客家歌有兴趣了，客平还能不再进步嘛，对不对？老师你太严格了，这个好多年了，你有这家伙那里啊，再来。啊，再加0.1吧。江老师，江老师要补充哈。我想我唔系按到不严格哈，但是呢，我对你客家山歌的一种空间呐，就讲讲人唱出讲人强啊，所以呢，还是有一种按到空间，按到诠释这一首歌，比如讲像。像那个杨勇面前好了哈，有一人给按唱杨勇我面前呐，有人按唱嘛，有人就讲他想要这个说的讲的好清楚的，一可能杨勇了面前。爱行哦，所以这个，所以这个按照空间哈，特生人唱嘅要留到空间，比如说人拖得好为有限呐，有人按你唱，有人他想要正规一点，好为有限呐，也係一種詮釋。所以我想啲客家山歌哈，在雖然我係尊重李先生嘅講法，但是呢，我對於客家山歌，我希望講呢個鄉親呢，能夠用自己感情哈，能夠詮釋出來，能夠感動人，這個就當重要嘞。哦，有個意思對，能夠感動人。如果以他後路人來講，他是照着譜來唱嘛。那剛剛就有一些譜是一個蘿蔔一個坑，哎呀，就是他就照着譜在唱。所以我係表示講，你係欣賞激動用心哈，但是講你怎麼樣唱得比較好，可以參考大家老師給的意見，大家係一種空間哈，希望。安子 C，非常感謝你哈，這個以一個閩南語的這個身份，閩南人的身份，願意唱我們的客家，而且又是傳統組的，還有他太太也是真的，對劉老師哈，好嘛，哎呀，謝謝你們呢，謝謝你哈，安子 C 哈，好嘞，好，回頭休息。中坑有6位參賽朋友哈，哎呀，一共個有全部過關嘛？冇嘛？冇呢，大送誒，攏差一些呢。才過3位哩啦，3位而已。哎呀，哦喲，3位投胎朋友，唔係拜不護佛。哦，迄個是拜不護佛，冇辦法轉來法。係。喊幾隻過來，嚇，再過來拼啊咧。還有報名專線0919388398，傳真天發0227778231。好，人家都嚟報名哈，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以外呢，還有多謝辛苦的評審先生，安子 C， 謝謝。我們小江老師。好，同時大家忘記了，下個禮拜同一個時間的時光呢，鬧熱大擂台，鬧熱向下來，再見，拜拜。